乡游子出外打拼，忘不了的就是妈妈的味道。感动时刻就从今年开始，要带你一块来品尝名人的私房料理，而且呢，还要把美味的食谱放在脸书上，和你一块分享。今天我们的客家好味呢，就要带你一块来看看，这是隔夜的客家小炒，隔夜的怎么炒出妈妈的味道。苗栗头份这家店道地客家味飘香，而最受欢迎的就是客家小炒。老板负责厅堂，老板娘负责厨房，两人携手重现古早味。客家小炒好吃的秘诀就是鱿鱼先油炸，而猪肉也要像这样下锅炸到变成金黄色，油油亮亮，再起锅。煸啊嚟，叫我吹油，跟油做得鱿鱼嚟炒出来，猪肉又会变得当香。油炸过后的鱿鱼跟猪肉还得调味，加2匙酱油，少许米酒，再用水跟糖让它不会太咸。不过这只是半成品，要有传统味，还得把它送进冰箱，放个1到3天，再拿出来处理。放入客家小炒少不了的豆干，再用葱段、辣椒调味，它就是一道很有特色的客家小炒。这就是色香味俱全的客家小炒。客家小炒变成隔夜餐，吴先生说，这完全是为了保留妈妈的味道。原因是早期客家人很节俭，吃不完的菜不会丢掉，放了1天再回锅，精华尽出，最能展现道地的客家风味。这就是我们肥肉去油过之后的类似面筋的感觉，它已经把里边蓬松化了。鱿鱼软硬适中，不会咬不动。这道菜的缘由本来就是，以前在祭祀拜拜的时候，量多吃不完才会隔餐，做完之后放置隔夜，那个香气会更浓郁。它的食材很简单，把鱿鱼泡上1天1夜，不停地换水，绝不添蓬松剂，让鱿鱼自然膨胀。另外，五花猪、豆干，再配上简单的葱段，就能让美味料理上桌喽。顾及到它的香气、色泽，尤其鱿鱼的它的韧度、可口度，所以我们花的时间比较长。不放置任何一个蓬松或是使它有嫩筋度异动的化学的一些产品。隔餐风味小炒，香气十足，吃进嘴里，细细品尝记忆中的怀念滋味。客家妈妈的勤俭酝酿餐盘的美味，猪肉、鱿鱼和豆干，小炒风味隔夜上桌，别具感动时刻。